下面它加盐呢，因为代表客家人的东方美人茶，所以就把它融入在欧式面包里面。 面团度有淡淡的东方名人的茶香，用的是已經愛3600嘅罐捲茶，一罐茶芯做200面包就用起嚟。通過比較便宜的茶，一樣東方美人茶，茶香出不來。撇到茶香之外，還有本人試得到果子的香味。是南化的芒果乾，所以它吃起來的那種香味哈，很純，一吃就知道是那種芒果那種香味。 茶香、飯酸香很辣，麵包師傅很老嘅一個來增加麵包的風味。在屏東的一個厚皮香蜜，這個在台灣很稀少，它只有冬天才會產，在屏東的地方，所以它的蜜，它本身的蜂蜜跟一般的蜜不一樣，它的味道很清香。苗栗東方名人茶，台南南化飯酸乾，屏東盤皮香蜜，也對台灣各地來嘅地方特產。 本麵包師傅從太強尊重原料，拿來做麵包。本歐式麵包香味迷人，充滿了濃濃的台灣味。也本已拿到今年法國長棍麵包同歐式特色麵包組的冠軍，得到2012年世界杯麵包大賽台灣代表選手的資格。芒果乾啊，它有泡酒，然後跟那個泡酒之後，然後跟那個茶的香味整個就融合在一起，這樣子。 然後等它烤好之後，它那個味道，那個果乾的味道會滲透到那個麵團裡面，那麵團裡面又有茶香，就整個就非常好。天哪，都是這樣。這個特色歐式麵包。 就連拿到世界麵包大師賽冠軍的吳寶春如果懊惱，其實香味迷人口味的靈感係對客家人日常生活都蠻多的。一般人就喝茶配蜜餞嘛，客家人懂得喝茶就喝得人搭吧，嘛個那種批啊。那加幾個？一個。冠軍麵包香味迷人，大家如搶亂買。 麵包唔前出爐，都有民眾等唔切先來聽呢。其實從太強拿到冠軍功用嘅背後，要改到無乜嘅人地嘅健身嘅過程。比賽當中規定愛用台灣麵粉，同平常用嘅麵粉無共用。一旦搶去練習做法國長棍麵包，就作為500-600嘅。摸那個麵粉摸了一段時間，因為畢竟台灣的粉比較粗糙一點。 就是筋度不好拿捏，有時候因為太緊，麵團太緊，你要法國麵包要延展的時候不好延展，所以配方一直改，改了又改，改了又改，然後一直試做，一直試做。這裡的食材是用台灣的麵粉，那台灣的麵粉要做出好吃的法國麵包就不容易。那在6個選手當中，他的法國麵包做得最好，分數最高。因為在那個法國麵包氣孔啊、香味啊、口感就非常好。比賽前壓力過大，觀眾體重超過5公斤，一共睡到半夜，還會空起來看書前靈感，希望就係連半夢如夢到睇比賽，精神壓力還無要緊。 快睇嘅係比賽前3日所發生嘅慘案。比賽前3日輸有壓到，輸量其實本係冇壓到。前3日，想完蛋了，沒辦法比了，就每天都冰敷泡冰塊。今年睇比賽時會有問題嗎？當痛啊！已經仲唔記得痛誒，就已經做嘅啊。 做起來輸又中起來，比賽完輸又中起來。咁樣嚟做，總太強總算係拿到代表台灣嘅選手資格。6年過後，會同另外2個選手組成代表隊去法國比世界杯。一期間，一共會韓國3萬大兵加強自我訓練。可能麵包攞杯嘅地方要做較講究嘅，因為比賽嘛，比賽老店面賣麵包冇共用。
可能面包弄不会做较酱，然后里面的风味再给它再做加强。对对对，这个是然后够进步的，无俩老嘅世界杯比起来还差一截。无用水个不认识哦。哎呀，每一个打法面团感觉都不一样哦。对，手感都不一样，差。建设天目标无停的学习突破自我，係從太監做麵包10年來無改變的原則，也可能也係以體敗參加比賽就拿到暗好成績的原因。永遠學不完嘛，就還在硬爬硬鬆啊，因為做一個師傅的話，技術好唔完，唔會停，你進步到咧下，你偏要做新的東西，然後叫我進步啊，佢台灣迄進步都一樣，日本、法國、美國全部要硬進步啊，停咧硬學啊，好唔停。學習的路向也是獨到困難。6年前從太監嘅天去日本學習，學日本人專業唔談格嘅工作態度。拍了嗎？拍了。這是我打工的店。好了。它的味道跟台灣的沙拉是不一樣的。應該講日本人懂工啦，只會做買事情只按用一般一樣按用做點來，但是佢按用因做的話，佢當然的東西是共用，當然米頭都共用，當然那個水的溫度會量，麵團的溫度會量，佢全部都冇，當然冇共的話，當然米頭會冇共用哦。你當然一定會做，一定會做，懂工的方法肯定會做，只會因做。大學基本功係做好麵包嘅方法，用學徒嘅心情學習係從太監技術緊突破嘅原因。做一個麵包師傅，伊講希望未來做得開一個麵包店，讓人客認識麵包，記得用的是麵包，甚至係提升麵包師傅對自家專業嘅驕傲同光榮。我覺得心理上來就這個有點甜的，然後賣麵包，就是讓客人覺得說，我們來我們店裡買的麵包，就是在吃麵包這方面可以一直往上提升的啊。輕鬆因為就是我們自己麵包師傅，我們要尊重我們的職業，做到最後，我是希望能夠給大家一些這種觀念。喺工作台前該專心，就係俾到切出韓國版面嘅麵團，做出口感美式韓國好食嘅麵包。從太監展現了10萬唔輸本人嘅毅力。2年過後，要拿融入客家菜地特色的鄉民名人歐式麵包，去到世界舞台上來比，希望做得喺世界杯比賽當中拿到冠軍，為客家爭光，為台灣爭光。